跟住962X 喺嗰度排。哇，咁你又記得啊？幾得啊屌！你自己睇下地下仲有962X 個痕。boy 咧，boy 咧，開咪嗰邊咯，呢度 H3嗰度。係啊，嗰度就 boy 咯。我梗係記得啦，屌！有一排成日搭噶嘛。嗰陣時係1112年都冇斷轉。冇斷轉咁又點啊？佢人帶住我搭962X咯。不過就算即係其實嗱呢10幾年真係多咗好多人轉搭呢個960、961，即係前轉大法。前日嗰班960又係 YW3407落咗成10幾個碼頭客。你係一齊轉去排碼頭條隊啊？屌我試過碼頭條隊勁長㗎，因為960、961、263、260X 4架一齊到，哇！跟住碼頭條隊咪長到爆，偏偏呢四架一齊嚟。960前幾日落咗10幾個，夜晚11點喎，都呢個鐘數仲有10幾個碼頭客多㗎啦，真係多㗎啦。仲要係960喎，即係去到唔到銅鑼灣。你話961就都到銅鑼灣啦。961仲多啦應該。因為961有銅鑼灣行。有實有嘅。其實以前好似係咪話唔少，即係啲961嘅銅鑼灣，唔少人都會01轉8過去啊。咩01？960、961喺電車度轉968個銅鑼灣。係啊。或者你話搭968喺灣仔落，再轉翻960、961。唔係啊，即係以前我講未961未入銅鑼灣嗰時，坐電車都得㗎，電車轉960、961係免費㗎嘛。係啊，唔好忘記。你以前有冇試過咁啊？係啦，跟住我就喺灣仔落，跟住就搭電車咯。咁你968嘅話，咁你回程係比貴咗，去程又冇啊嘛。回程比貴咗之餘，同埋我以前仲有學生職有回程嘅話都係貴，咁我要回程一定要搭翻968嘅，我唔想。當然大人就冇呢個考慮。哇！可唔可以整個老爺巴士會啊？哇！屌你班，唉！一睇就知係老爺車會，其實我去過咯。一睇就知係遊客啦，呢啲活咗咁撚多次。算。喂，舊頭905啊 ，T 牌。我只關心老爺巴士，或者老爺火，或者老爺高鐵，但係高鐵都未去到老爺，最舊嗰個都係18年啫嘛。CRT 1A 係遲一個禮拜先投入服務，同埋1A 最舊嗰批唔係高鐵，因為行得200，但係2A 就係高鐵。1A 即係廣州城際嗰啲1A 係限咗200公里嘅，所以叫 CRT 120就係咁咯。你自己去 check 下。哦，原來係咁樣行。我本來直行停砵甸乍街，然後就上4號幹線添。
牌P 牌鐵甲690 PP 694，PP 694係694。哦，有人等。哇！咁鬼啊！撞下。喂，揸得唔好，撞膊，揸得唔好，唔係咁好啊！撞膊，聽到。係咪擋咗11.3咋？唔該。811，如果811嗰啲行埋都18年啦嘛。佢會唔會再續咧？你覺得？你希望會撞坑，死都要咁樣自我循環360度啊！直接停中邊閘街咪得咯。呢個係多鳩行個天橋過嚟會死咩？係多鳩魚嘅啫。哇！企晒出嚟 ，what the fuck！你就去到嗰度先等佢，去嗰度先等佢，有咩可能到唔到？69000一定係成班嘅車裏面，除咗513或者個3部或者個4部鐵甲之外，最優先嘅就係一定係69000或者8900。如果69000同8900兩架一齊嘅話，就8900優先啲，因為8900會舊啲，過得少啲嚇，搭得少好多，搭得少啲。係同8900舊啲，所以唔使再問咩會，你會揀邊架？嗰啲8900一定係最優先嘅，除咗我5架94之外，8900一定係最優先嘅。6500都未有呢個資格。短彈咧，一定係8900最。短彈嗱，我而家係離開港島嘅話，短彈。離開港島睇行咩都少，因為行呢啲市區嗰啲就麻麻。你想唔想8900或者69000行20啊？想890行過㗎，但嗰陣又咩酒店隔離啊嘛，嗰陣。69000行20咧？890係行過20㗎。其實890你嗰啲算唔算破咗標書？都算。20係咪要雙輪？係啊。北街係直落堅尼地城。係啊，係啊。咁呢架車算唔算係叫做堅尼地城？即係除咗5號 X 之外，另外一條去堅尼地城嘅特快路線。算。97R 都係啊。堅尼地城旺角特快啊嘛。係啊，堅尼佐敦。我堅尼地城佢上橋直落西隧㗎嘛。呢架車係咪快過5號 X 啊？係，東行一定係咯。係嘅。唉，5號 X 呢條都真係廢廢地嘅特快。788梗係好啦。如果780咧？都好，為咗我對於柴灣車咁啊，柴灣車又特快咯啲。呢啲自己識㗎啦，自己係巴迷，自己知嘅啦呢啲。使到自己。
真係快喎！金鐘10分鐘到堅尼地城，快過地鐵喎。唉。如果呢部做97R，你會覺得點啊？我買咯，唉。347好似正啲咁。97R。哇！數碼公司唔需要我香港仔嘅喎。經維園18。有冇帶我18啊？梗有啦，食完茶搭嘅。一樣咁行，差唔多啲一樣。快啊！10分鐘到堅尼地城。其實要咁樣，根本就係咁樣行法先可以同地鐵鬥得到。如果會堅尼地城啲燈位，唉，係真係好惡頂㗎嘛！咁打當係綠燈，根本就係要咁先至叫做同地鐵競爭得到。12分鐘。13號，其實你覺得佢最大嘅缺點係咩？呢部機冇乜缺點，攞唔到喎。影相個焦距嗰度，即係3倍夠唔夠用？麻麻地啊 ，OK 嘅。
如果係數碼變焦係幾多？即係放最 zoom 到最大。我就25嘅，跟住如果你係17 Pro Max 就可以去到40添。當然啲 Android 機就仲勁啦。下一站沙角站到，看我哋安排。下一站天津引導。你知唔知啊？呢單麥斯頓而家係咁喺度話聖誕跨年香港會行衰運呢啲嘢啊！就話咩話會有冇咩人踩人啊？跟住講翻收皮啦，呢段咯，收皮。咩呢啲咯？乜撚嘢？你睇下，唔想睇啊！屌，戇鳩有冇得？喂，其實呢啲你話佢諗住去深圳跨年喎？呢啲拉得㗎喎，我可以老實講。咩啊？呢啲講呢啲喺公眾場合講呢啲拉得。佢喺啲群組度講咯。呢啲都我 cap 曬佢個正身，我懟佢我個正身圖咯。拉得㗎喎，屌！你話得。佢話咧話咩有人踩人嘅呢樣嗰樣。戇鳩唔撚想知啊！拉得㗎喎，同埋呢啲言論啊！呢啲嘢拉得嘅喎嚇，咁冇意識嘅，唉，又喺度癲奶一份，我都唔係。因為佢又講埋啲乜嘢？走，唔撚想知啊！潘先生都唔理佢啦，得你理佢啫嘛，基本上由頭到尾，有乜撚嘢屈點喎？真係嘢冇樹擋喎，屈！咁650嗰陣又點行咧？咪照咁行咯，屌！不過屌650嗰日我就最衰嗰日我坐到3317。屌我好似唔撚喺香港。你去咗惠州啊嘛？係啊。點解嗰日你會揀去惠州嘅？冇啊，想坐下高鐵，我鬼撚知會有650嚟嘅屌！其實我不嬲，我食個清明團一次，不嬲都係鎖定晒唔嚟香港嘅。即因為如果長途我又唔計咧，即係鎖定咗唔會乜事咯，一定 lock 死咯。
光頭諗住係係咪清明同即係都 mark 定即係有提供服務嘅日子，即係啲特別線都會較多特別線提供服務嘅日子，我都會鎖死咯，鎖死不上光。不過最衰上次清明啊，69,000冇出都冇其他嘢玩。不過嗰陣又唔攞8，不過係嗰時又唔攞8900嚟玩，嗰最衰。嗰陣8900有，嗰時8900冇壞車嘅嗰陣。你覺得點啊？如果嗰陣攞8900㗎嘛？地震啩？啊？地震啩？佢呢架嘢係咪繼續一路沿住域多利一路開去香港仔，跟住再調翻圖？我都第一次走呢條線嘅啫喎。哦。啊！香港真係掉翻頭定係直接行香水啊？咩啊？調翻頭咁一定要出墳場㗎嘛，一定係沿路走㗎喎。哦，喂，我 P 牌鐵甲971啱。套章58M 啫嘛，屌上年清明又正啦，佢嗰時候又唔識去追定係點？佢嗰陣啊啲男人啊3407啊完咗啊2射6射啊，走咗去元天，走咗去行二個巴士啊 ，what the fuck？ 喂，如果陣間男人二個巴士，你會唔會搭啊？唔會啦咁遲。咩？通常都係去到6、7、8點幾咯。翻去打機啊！如果968嚟搭翻，如果有男人168，睇下有冇下單啊！唔係，我話主係做出嚟搭翻入去。咁如果佢做出嚟，理論上呢啲會有回嘅。會啊！或者我一係就做出嚟，一係撕出嚟，即係唔會撕翻就好，即係唔會撕翻入去噶嘛。即係下晝黃昏，一係做出嚟，一係撕出嚟噶嘛。咁會搭嘅。不過而家好似落咗咁零尾啦。唉，仆街，拍到啲墳咩？拍到啲墳墓，算啦。唉，我唔係有意嘅。點解你會拍到埋墳墓？循例都同各位先人或者先人嘅家屬，我唔係有意，我只係錄口機啫，我唔係有意。點解你唔擺上啲嘢擺到咁？你唔擺上啲嘢？尊重。我話點解你咁樣 OK 啊，其實。驚你跌機啫，你特登咁擺㗎？以前就真係擺上去嘅，但係依家即係我話點解唔咁樣擺喎？以前我就咁樣擺咯，但係依家就咁樣可以擺到咪咁樣擺咯。有咩好啊？冇啊，影嘅角度大啲喎，下面即係影多啲綠喎。如果擺上面，定係你想影埋啲花溝通出馬路嗰啲咧？梗唔係啦，關咩事？即係嗰啲花生咧。如果我都唔會特別睇嘅咯。下一站北麗道。碧麗道。我都係第一次在神圍打行呢條路啫喎。我睇我5204啊971啊已經。所以而家落咗咁年，所以你話之後啲加州或者點都唔行嗰元天咯，點咩都係用都係行翻條唔自加州啫嘛。究竟嗰個上次我做3407。10月11號。上次我坐咗3407入，上年不過估唔到 B8L 我九巴 B8L 我入燈最錯過最舊同最新咯，估唔到啊！齊集齊晒最新同最舊咯。呢度牙煙啲，如果你12.8，但係都行到嘅。我話你估650定行606會點啊嗱？606咧，平時係有12.8米行嘅史勢。咁啊，
快啲行啦！你覺得你覺得行唔行到啊？唔會，我唔會。有人話904、905、914嗰啲講過，我都講過我個睇法就係睇你點揸完，唔好再問啦，睇佢點揸，睇你點揸。我又唔。你覺得如果3A BBW 行290A 會點啊？哦，都唔錯，除非我翻工咯。我最後一次再講我個立場，就係我唔認為呢個中軸驅動同美軸驅動可以差咁遠咯。即係叫做爭咁遠嘅意思係一個即係中軸驅動嘅行到，美軸驅動嘅行唔到，相同長度嘅情況下，我唔信會爭咁遠。都係睇點揸㗎嘛，屌！我嗰陣時候我263鏟咗入去嗰個象山村嗰度。幾時啊？上年咯。10年8嚟㗎。係啊，鏟咗入去象山村嗰個掘頭路嗰邊啊。最後點出唔出得翻嚟㗎？冇咁樣噴出，冇穿冇爛。安全翻到田咯，阻滯咗3、4個字啊嘛。跟住有人講笑，不如因為唔知陣間會唔會即係轉咗入全錦想買大帽山，我話好啊，咁咪就創造咗一個紀錄。其實呢度好難咧，佢呢度象山調掘頭咯，佢咪即係咪嗰個32H嗰位咁調翻頭出嚟嘅？唔係，佢再入埋去裡面啊！即係過咗去32H嗰個調頭，佢再鏟多入啲啊！嗰陣時候，因為嗰個城隧嗰邊火燭封咗路嗰次啊嘛，佢咪唔知啲咩事鏟咗咁撚入，我唔知係唔熟。即係象鼻山火燭啊！啊係，就係嗰時候，就係嗰日。呢個佬唔識啊嘛？個佬唔識得閒轉落荃灣路咩？係啊，唔識得轉落荃灣路唔緊要，你咪好似48X 咁樣咯，都得。48X， 你咪好似48X 咁行都得㗎，唉。33X， 只都係 MMC 為主。入咗之後，咁睇嘅唔好數碼港唔係好多人搭，哇！呢架車條友冇添數啊！啲人都數有車。我有冇講過啊？我就算幾富有都好，我都唔會買車。只堅持搭巴士。點解嘅？我係咩啊？我係咩啊？因為話咩？就算幾富你都唔會買車揸。咁我係咩先？你要搞清楚。巴士迷。係咯。我就算要揸我都買架巴士揸，買架退役巴士揸。但係買架退役巴士又冇可能做個通勤，唔通我就咁泊喺條路咩？得嘅，我就咁泊喺條路咩？排條路咩？我係要揸好嘛，我係退役巴士揸，但係退役巴士又做唔通勤，因為排邊啊？排條路界啊，咁啊俾人抄牌抽。文件咧，要問文件啊。俾人抄牌抽
傻，啱啱係喎，啱啱見到文文健啦，你見到啦？冇留意啊！輔導個時候應該係翻去嘅人多。係啊。多數啲友快翻都係好早嘅，即係如果你話我哋鄉下嗰啲係好撚早上山嘅。你鄉下喺邊啊？番禺咯。但係即係冇人㗎咯喎。老豆喺邊？係跟老豆㗎嘛？係啊，不過我阿爺好早落咗嚟香港咯。你阿爺喺邊有個祖籍？我哋就係番禺咯。哦。不過佢好早落咗嚟香港喎。我爺未結婚已經落咗香港。哇！咁撚早啊！我老豆係79年先嚟嘅。係79年。79年即係佢10歲先嚟，佢10歲嚟香港。我阿媽就即刻25歲，差唔多26歲先嚟。即係同潘先生一樣，佢老豆老母都係，我話即係佢哋兩個都係大陸出世落咗嚟香港。我唔記得大陸識定香港識啦，即係。我老豆老母70年啊！我老豆老母喺香港識嘅。嗰陣我老母嚟香港探親，跟住咁啱我老母佢個姑丈係我阿爺，即係以前係我阿爺嘅 friend 啊嘛，跟住咁啱我老豆又喺嗰度，跟住咁樣識嘅，呢個係緣分。屋企人即係佢哋生日，佢哋係唔會話即係大搞嗰啲咩，即係出去酒樓大搞唔會，佢哋都係平常咁過生日，甚至乎有時甚至乎覺得都唔係幾想買蛋糕食，即係覺得即係佢哋覺得佢哋呢個年紀生日就等於老咗1歲，即係唔係話咁，即係反而生日對我屋企人嚟講唔係啲咁開心嘅事。咁對我都係。我屋企人都係10月，我老豆阿媽都係10月出世。所以我哋屋企係從來冇話咩生日飯嘅。有人屌尋日先咪去旅行會顯得高級啲㗎，白卡佬有人咁屌今日 C 朗咯。哇！C 朗而家去咗北海道。咁啊係啊！
屌，去旅行有咩咁撚巴閉嘅？你估我去唔起啊？即係你應該佢係咁喺度廢嗰啲言論，應該都係其實好似聽過，好似係佢想參加一個開篷巴遊可，但有人唔俾佢參加。聽我講，去旅行呢家嘢其實係嗱，我唔係想歧視啲咩，即係我係覺得，你論去旅行係咪基本上大部分人都去得係爭在捨唔捨得去，同埋有冇時間去。即係正如我依家要，我係咪去唔起英國唔撚係？但係我有冇時間？我值唔值得？好明顯依家咪係，我覺得值得去嘅時候，即係所以去旅行唔係冇乜咁撚巴閉。我頂多可能諗住下年暑假去英國，因為我會畢業。我可能諗住可能有機會下年暑假英國。其實我依家係有，我依家其實已經儲夠錢去英國，但係值唔值？好明顯未係。你覺得你去英國要幾多 budget 啊？3萬蚊啩？保守估計3萬蚊。即係如果我係，你覺得你去幾日啊？我一定係10日，一定係12人以上啊，可能14、15日咁樣。3萬蚊夠咩？你4萬先夠。點使咯？屌你！我話嗱，我唔會。即係喺我嗰陣澳洲下下都成嚿水一餐港紙，喺英國都差唔多啦，係咪啊？你嗰時你澳洲冇5萬啊？冇啦，2萬1啫嘛。我去8日，我已經係好彩啲景點都唔係好撚怪。其實喺英國你又冇乜話咩景點去，即係除非你話未去過嘅城市。如果你話去英國，可能都係追下車多。倫敦眼我對即係對我嚟講啦嚇，可能對我嚟講都係去追下啲我即係有走之前你冇追過嘅車，啲新車嗰啲多咯，可能少少舊車人追新車多。啲舊車好多以前都搭過。可能唔會追多啲新車，追少啲舊嘢。最多即係如果係日常載客嘅巴士啊，講緊。梗係啦。如果日常載客嘅巴士，可能都係追新車多，或者火車啦，追一啲以前冇行過嘅車咯。哦。即係某啲嘅啲電巴啊、輕巴啊嗰啲咯。唉，坐埋啲程車就翻屋企，翻屋企。我尋日喺屋企打足成個機，唔係嘅，有出到去港珠，我諗住坐嗰架4675行 B4，點知佢又吸撚咗喺度。你又唔睇翻8937？冇興趣，我已經坐過好撚多橙蛋行屯門線，錄埋片都得。如果你話歌把咧，但係如果係話要塊歌把咧，如果你話我即係譬如歌把，我更有興趣係 UL 嗰批。超又唔係歌把，咪你25架咋，同埋又從來冇喺 U 廠服務，一架係去過 U 廠嘅，咁我梗係有興趣啲啦。我搭過批車行 X47，即係我坐過批車行呢個昂船洲大橋 X47。點會 X47 做咩啊？咪 U 唔知 UN 唔知 UN。我 X47我嗰條線我坐過個批車行 X47，跟住961啦，59M。幾時59X 啊？如果我話，即係和諧號過咗300，即係過咗300少少嘅和諧號，你覺得係咪同巴士過咗70係差唔多情況？即係呢啲叫走盞，呢啲叫走盞。因為我冇記錯，和諧號係有唔知好似10公里嘅走盞㗎嘛。但係如果你譬如去到315左右，如果你仲唔收，
冇啊！如果你仲唔收油嘅話，就會緊急停車㗎。即係好似話，如果你和諧號，你去到315，你都仲唔收油，佢就一係就 ATP 自己限你，一係就更加嚴重啲就緊急停車。呢個走盞。想唔想和諧號行翻350啊？梗係想啦！我即刻去搭啊！15年都嚟啦，幾時先至行得翻300？15年啊，減錯。呢個同台灣嗰個，有啲似台灣嗰個咩自由廣場建築。我新年就會返鄉下嘅，所以新年有咩車就今年唔關我事。我問一問羅志森行蹤先。反而救護車好似唔係好好力，定係救護車都落唔撚係。不過好似因為應該冇車病人俾個馬港97嚟。我搭過9502行962A 啊，24年6月，唉，好懷念唔使返工嘅時候啊！哎呀，鍾意搭乜就搭乜，喂，阿羅志森幾時到金鐘啊？我而家喺華富坐一圈咯。咩啊？見唔到。佢邊個位啊？金鐘邊個位去啊？嗰個多拉嗰個展。咩啊？站入邊即係邊個出口啊？哦，喂，我打俾羅志森先。喂，你係咪去金鐘啊？而家你可唔可以嚟嗰班涌站接一接我啊？金鐘 B 出口啊，個巴士站啊，金鐘站 B 出口啊。
下一站玉波里道分区便利站。你邊個位啊？其實嗰個其實邊個位啊？哦，如果冇乜嘢，如果冇車追，可能過一過嚟。氣球喺邊度？氣球啊？哦，海邊啊！下一站維多利道休憩處。係咪海濱嗰度啊？下一站玉波里添啊！我唔知我諗下過唔過嚟啊！我而家搭緊遊緊巴士河啊！陣間可能冇乜嘢冇乜嘢追咁。爬開頭啦，啱啊！爬鳩佢。喂？我想講啲同事，我係最近排先同我啲同事講。你同事咩啊？哦，你講緊點啊？我瞄咗你講咩啊？近排先係同嗰啲同事講，嗰次突然之間去北京，哇！原來你去過北京嚟嘅。但不過你都冇，你係咪全部都係男同事嚟啊？係咯。點解你會同你啲同事講去北京嘅？咁啱大家講起佢話，我又話我為咗架747，即係好極速咁去咗轉北京。爬佢。我啱啲又敲俾你一咪。我為咗架747好極速咁去咗。啊！爬咗又爬多架。好心，後面有車，你上翻去啦，阻住晒。行人路點踩單車啊？咁你想去讓一讓架車係呢啲意識要有啊嘛？你架單車同架動力車去擋喺架動力車面前，你咪斬我哋。呢度麻煩啲啫，如果你長車，唔撚係唔係行唔到嘅，都係嗰句，你小心啲就得了。
貴。多人啊！喂，喂，係，我自己去啊，自己去，我自己去啊。啊，好得，好。仲有大口環呢個牌啊！各位乘客請注意，由於交通改道，本班車將受影響，個別巴士站已臨時遷移或取消，不便之處，敬請原諒。Your attention please. Owing to traffic diversions, the route of this departure will be affected. Certain bus stops are temporarily relocated or suspended. Please accept our apologies for any inconvenience caused. 各位乘客请注意，因为交通大塞，本班车将受影响，个别巴士站已经临时迁移或取消，不便之處請原諒。咩事啊？乜撚嘢交通？知喎。
哇，正！哦，入埋347，妖！點睇 ATX1好撚耐冇出車，係啊，可能冇件，我唔知。2都好耐冇出過啦。我之前上年又幼稚體又粗字體喎。幾時有4萬2啊？我真係唔知幾時先可以有一條線係3萬2、4萬2、5萬2，我500都影到，或者搭到。有冇搭過 A10？冇。
NA10咧？NA20同 NA21都唔喺你樓下。21係。咁反而21喺20。係啊。喂，21行明基啊嘛，即係佢明基咁樣條都算算地嘅。20咧？20唔係。20行邊啊？20行連登道咯。點解？喂，點解 A20喺你樓下，但係 NA 反而唔知啊？同埋係咪冇 NA22啊？係喎，做乜一路都冇開 NA22？前往堅尼地城站嘅乘客請喺呢個站落車。哇，幾好人喎嗰度！地核世界開咪喎！前往堅尼地城站嘅乘客請喺呢個站落車。混血，你點樣睇呢啲混血嘅仔女啊？邊個混血仔？下面啊，你點睇啊？哇，冇乜嘢好睇。2+2AD 有冇搭過59A 啊？以前2+2嗰隻有。
际金融中心2期。我屌，咁都要停。可以喺大會堂外嘅巴士站轉乘其他城巴路線前往東區。乘客可以在大會堂外的巴士站換乘其他城巴路線前往東區。你搭咩翻鄉下諗住？咪呢個下深高鐵咯，做咩？搭飛機啊！黐線！做咩？我鄉下冇機場㗎，搭飛機。廈門機場，廈門高崎機場。香港飛廈門，你係咪玩嘢？我搭過飛機去廈門咯，我想講2014年。搭飛機去廈門。我2014年搭過飛機去廈門咯，嗰時遊學團。你嫌錢多定係點啊？又唔係有747 A380。我2014年即係未有高鐵香港段嗰時飛過。咁你唔係識得去深圳北坐？我嗰時跟學校遊學團啊。黐線，如果傻嘅就即係搭咩翻鄉下？唔通搭飛？我鄉下冇機場㗎，大佬。如果未有廈深鐵路嗰時咧，咪講過咯，坐。如果未有廈深鐵路嘅年代，搭飛機去廈門咧，冇講過咯，坐旅遊巴咯。如果我意思係，多唔多人未有廈深鐵路嘅年代係搭飛機去廈門啊？梗係唔多啦，咁啊，嫌錢多咩？搭飛機去廈門。其實搭廈深鐵路幾錢㗎？去我鄉下17落去廈門就200幾，都唔算貴喎。計啦，你估好似香港去廣州咁撚貴？喂，200幾蚊算平嘅 ，OK 喎。喂，屌梗係啦，大佬！深圳去廈門都差唔多成500公里，香港去廣州幾多公里？141公里，收幾多錢啊？215啊，仆街！我已經，點解我會去做3次水魚都係想體驗下？我已經做咗3次水魚啦。不過我明知。我做過1次水魚咯，即係如果係我自費嘅水魚，真係1次咯。即係唔計，如果唔計我1次，我嗰2014年嗰時同我老豆一齊嗰次咯。咁我做過1次水魚咯。哦。不過邊次我唔使講啦，你好記得啦。我記得啦。呢個位咪好獨市，呢個位好似好特別咯。係啦，都冇乜常規嘅專營巴士嚟咁樣。我上次短單就坐咗呢段咯。我係堅尼地城坐落金鐘咯。哦。唔係嗰次，因為嗰次我跟咗嗰次我跟咗其他架由屯門同佢跟到堅尼，我跟即係我同佢一齊跟咯，我跟咗佢過去影咯。跟到邊個？吳君南。跟住我又想出翻去金鐘，我想影埋其他嘢。我唔知咁我跟住咪唔知嗱聲咪最後決定咪嗱聲上咗架302咯。喂，嗰次302係行最後噶嘛？行尾㗎302。嗰時係本身影650，嗰時即係650再加就多一單，即係佢再加落中再入嘅點，跟住302，淨係302係380定389，我冇去追啦，講明先。即係跟住佢就拉咗去347中再咯。話說你有冇坐過大巴士咧？冇，你有啊？冇啊，要點搭嘅大巴士？點知啊？係你而家唔真特快嘅？梗係真啦。堅尼地城嚟講係，我去中山公園。69000
馬九行72有冇搭過？722冇，我唔會特登追咯，呢啲72我唔會特登追咯。六馬九行780都唔會話好特登追。有冇搭過啊？梗係冇啦，有連去都冇去嘅。呢個六馬九行788、789咧？冇行過，其實行過嘅。6萬9行，如果6萬9行 E22A 或者 E22或者 E21， 6萬9行 E21。我記得有一次報咗 A 啊嘛 ，A21啊嘛，6萬9。2108跳咗9307。哦，shit！哦，shit！呢條線都唔算差，係啊，都幾好呢條線。係啊。有冇搭過90？我而家諗緊陣間去14斜就去馬場。話説有冇搭過94啊？因為以前新巴94。唔好人睇下先好唔好？有冇搭過94A 啊？有2033咯。94X。冇。哇！好撚多人喎！哦，有架黑色私家車，香撚咗。冇香呢度有貨。頭先有架黑色。都唔知佢冇貨，我都唔知冇貨。有冇搭過呢架嘢啊？呢部嘢空撚俾人租過啦，紅撚租過咯。我諗緊去14斜就去馬場，反正今日約將軍澳。哦。套咗係套走咗，帶咗套我講唔知係乜。哇！咩料啊？屌做乜撚嘢？屌讓啊 Tesla！ 我唔怪呢度有隻。劉天上次好串咩打尖嗰條友劉天樂啊，你見唔見到啊？白色衫嗰條啊。哦。上次320YX， 係個劉天樂。你好似好多人你都知係邊撚個。你好似好多人都知邊撚個咁。不過好似嗰848今日會有嘢玩咯。你要去馬場啦？唔去，點解咁講？即係可能我唔知有哥把蛋定係412咧。
不過如果893有嘢玩我都，不過我唔 expect 893有嘢玩咯。如果893有嘢玩，我40幾蚊都會順路搭咯。可以喺呢個站落車，轉乘18號線、720號線、180號線或者88號線前往東區。乘客可以在這個站下車，換乘哇！ 720路、780路啲咁撚多私家車咁樣喺度塞鳩住晒個巴士站，哇！下一站東涌火線本出口。有冇搭過920？有3個23，呢啲3個23。3個23都搭過。你搭過未？呢啲3個23都有啊。有一次80K 我打中咗。有冇搭過980 X？ 冇。 981P？ 冇。有冇搭過988？冇。 989？ 冇。 有冇搭過23X？ 冇啊！有冇搭過城巴88X？ 冇。咁嗰陣時候88X 513有冇影啊？冇啊！點解啊？嗰日去咗咩路 X 俾人，去到中轉站落車時，請緊記攜帶你嘅現金物品，多謝警察、8、3、8、2、北區喎。 Please make sure your purse is in your